今日同大家睇下大阪市中心嘅自住盤，由谷町九丁目站行過嚟，只需短短3分鐘。生活配套方面好齊全，行出大門口對面就有便利店，行5分鐘就到大型超市。樓下附近已經有咖啡廳同埋餐廳。想散下步嘅話，行120米就有神社同公園，真正做到旺中帶靜。今次帶大家睇嘅係位於頂層16樓嘅一房單位。一入大門，玄關位相當光猛，右手邊係乾濕分離嘅浴室，配備咗智能馬桶。洗衣機位已經預留好，上面仲做埋收納層架，空間規劃得好實用。轉個彎嚟到客廳同開放式廚房，單位啱啱做完全面翻新，配備咗全新電磁爐，櫥櫃嘅收納空間都好充足。入到睡房，最實用就係呢個入牆大衣櫃，無論係轉櫃衫定係大型物件，都絕對夠位放，幫你解決收納煩惱。行出去露台睇睇，頂層景觀非常開揚，可以望到大半個大阪市景。露台窗仲用咗雙層隔音玻璃，保持室內寧靜。單位年開支約118萬港幣，吉屋即可以入住，搭1個站就到蘭波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隨時聯絡我哋了解詳情。